2024年2月24日，荷兰海牙市政厅内，中共大外宣正在举办1年1度的庆祝春节统战活动。他们甚至精心安排中国汉族小孩穿上维吾尔传统服装，跳轻快的舞蹈，为新疆集中营种族灭绝涂脂抹粉。24 Şubat şu an Hollanda'nın Den Haag şehrinde Den Haag belediye binasındayım. Şu rezilliğe bakın. Çinliler bu çocukları Doğu Türkistanlı kıyafetlerini giydirerek sanki Doğu Türkistan'da hiçbir zulüm yokmuş gibi öyle gösteriyor. 就在中共大外宣们在活动结束合照时，勇敢的维吾尔勇士阿卜杜拉·热尔曼手举东突不是中国的一部分文宣，冲到台上高呼中国停止种族灭绝，随后遭到中共大外宣抢夺文宣以及围攻推搡，以致跌倒在舞台上。事后，阿卜杜拉·热尔曼先生被带到警察局，缴纳完罚款便平安回家。等我们的安保人员过来一下。海牙市政厅外，维吾尔人和逃离中共国的异议人士在示威抗议。他们高呼口号，控诉中国、中共、习近平是恐怖分子和法西斯，以及高呼我们需要自由、东突厥斯坦独立、停止种族灭绝等口号。示威活动最后顺利结束，并且被多家媒体报道关注，以及荷兰自由人民党的政治家洛特·范巴斯滕、巴滕伯格致信海牙市议会，促海牙市政府和议会就参加亲共侨团在市政厅举办的庆祝新春活动作出解释。荷兰反共之声报道。